美军轰炸伊朗首都比万大桥，尚无8死95伤。当时也门的武装组织清理运动轰炸伊色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发联合声明，强调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行为。世界杯卡球赛今年6月就要踢啦，不过今年的门票是贵甲真离谱，冠军战已经花到台票36万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中东迄边的战况。美军初二轰炸伊朗首都的比万大桥，造成上无8个人死亡，95个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是要赶紧达成协议。不过同时，也门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也去轰炸以色列。青年运动是表示讲，这是因甲伊朗也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同齐发动的攻击。为现场翕的画面，因看到横线球拢是因，好亲像已经被攻击过一摆，因听到大口的声音，了后搁一声大响。伊朗首都德黑兰西南边差不多35公里的比万大桥，因为摇入去，桥跳有136公尺，讲是完工了后，也是中东地区上悬的桥。当地车子后美军2摆轰炸，造成死伤人数超过100人。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支持社群，发文考试伊朗上悬的桥已经崩塌，无法度过用。警告伊朗，爱伫会赴进前达成和平协议，若无可能拢去了，而且目标会是桥，然后是发电厂。伊朗外长伫社群平台 X 发文反击，表示攻击民用设施无法代表伊朗人投降，干那会显示敌人的失败甲士气崩盘。对于美国攻击民用的桥，认为 NHK 访问美国军方，美军表示是为阻断伊朗带着飞弹甲无人机部队军事物资补给线。伊朗支持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是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动攻击，互当地空袭警报响响起，后民众紧急避入避难所。这是青年运动第3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بدفعة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يوية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منطقة يافا المحتلة وقد جاءت هذه العملية بالاشتراك مع الإخوة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إيران وحزب الله في لبنان。伊朗政治部认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初二向下令替换陆军参谋长乔治，而且由陆军副参谋长已经也是赫格塞斯的前军事助理阿尼夫暂代职务。美国国防部无讲替换理由。事实上，为赫格塞斯上任表后，已经辞掉10多个高级军官，包含海军作战部长甲空军副参谋长。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这场中东的战争是造成全世界石油天然气的价大起。马来西亚就下令4月15开始，公务员伫厝上班，减少政府的能源开销。因那巴基斯坦的汽油是已经起4成2，民众的生活真歹过。印度迄边收一寡过去去大城市探假移工，即阵已经探无够开，归去暂时转去故乡生活。印度西部的古加拉特邦重要的工业都市苏拉特，车头月台拢是人。不过这一天唔是领济，回乡团圆的日子，是因为能源价超带动生活成本大起，外来移民工不得去暂时回故乡。वो 4-5 दिन से ज़्यादा परेशानी हो रही है। 500 रुपये लीटर मिल रहा है और पैसे भी नहीं है, इसलिए गाँव जा रहे हैं。为古加拉特邦到孟买新德里大都市来外乡人拢共款的困境。500 रुपया सिलेंडर है, क्या करेगा इंसान? तो छोड़ के तो जा ही ना पड़ेगा बिहार में, कम से कम लकड़ी काठी जलावन से तो खा सकती है, किसी तरह जीवन तो बचा सकती है। 因为中东战争影响荷姆斯海峡通航，印度的液化石油气 LPG 面临严重的欠缺甲起价问题。对外地到大都市讨食移民工来讲，佮加上因为欠所谓的 KYC 文件，互因干那用伫乌市买佮较贵的雅士，致使生活困难。隔壁国的巴基斯坦也正喊过，身为产油国，伊源乎80%到85%能源是靠进口，也无法度回避中东局势紧张的冲击。上新调整油价包含汽油起42.7%，柴油阁起55%。इन्होंने जो अवाम को इतना बड़ा दचका दिया
पहले 55 रुपये लीटर बढ़ाया, जिस पर आवाम 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थी। ठीक है, अभी इन्होंने 137 रुपये बढ़ा दिया है, तो ये तो मैं कहता हूँ कि बिल्कुल नाजायज़ है और गरीब आवाम के लिए तो बिल्कुल ही कुछ अलग ही उनके लिए नुकसान है। 马来西亚情形都真特殊，在马是国际重要的石油生产甲输出国，不过当地开采原油品质真好，直接出口利润阁较悬。国内日常消费反倒都是靠进口。最近国际油价抢悬，大马政府有补贴措施，不过每个月支出核贷票超过320亿，为减轻政府负担，当局下令部分公务人员伫厝稳固上班，减少政府放油来支持其他消费。 Saya suka BDR sebab dia flexi time. So saya tak payah kerja pukul 8 hingga pukul 5 tu sebab kita wanita berkerjaya dan ada anak untuk kita uruskan. Work from home sangat-sangat relevan lah untuk golongan-golongan macam saya lah wanita. 不过，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中党局势支持被登河，就算战争停落来，复原也真久。安怎稳定国内油价，议员活动局正上脑筋。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 伊朗这场战争封锁一条荷姆兹海峡，就甲全世界经济拖落。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员 Freeman 分析，伊朗摕照有威胁全世界方式，恐惊是会成做中国的参考剧本。Freeman 就认为讲，若是中国伫咧台海设禁航区，甲风险诱惑悬，民间的业者为着自保，就会先闪开。这步头先就会先去冲击到咱附近的日本甲韩国。 真侪人都会想讲，咱台湾是有护国神山台积电，世界各国若是唔插咱，全世界各界晶片都会断针。而且晶片是无亲像石油，大家有准备库存是化无就无。确实，这台积电是咱真重要的保障。不过 ，Freeman 嘛认为讲，这国际恐惊是有两种应对方式。中国是逼国际来选择，一种是互中国来掌握台海，交换晶片恢复产能；，或者是讲继续军事冲突争夺台海。 不过，这经济危机恐惊就无法度估计。Freeman 就强调讲，中国是比伊朗更较强的威权国家，台海危机无可能短时间就结束。中国是当咧储备大量的石油、晶片、甲粮食等等的资源，要甲国际比看卖，看啥人挡较久。就是因为这台海局势牵连到全世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法国总统马克宏拜三伫咧东京见面，两国就发联合声明。 强调讲，因是反对任何改变现状行为。指挥叫网架七龙珠当中经典的龟派气功姿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初一举行日本法国领袖峰会，会后两国头一届以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达因非常关注台海和平，反对任何以武力也是威胁的方式改变即卖状况，也承诺加强合作，落实日本甲法国的印太战略。对此，咱外交部重新强调，台湾会继续为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来做出贡献。 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敦促相关各方透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并欢迎日法双方以具体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即马中东战事进入第5个礼拜，日本甲法国也讨论荷姆海峡的安全，佮有原油等物资稳定供应的重要性。也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乌佛研究所的学者布立门，伊伫《金融时报》刊出来文章指出，伊朗透过少量的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都甲荷姆海峡控制条的这款模式，可能真做中国对台湾施压的部署。伊认为中国凡是伫台湾海峡采取更较准确的经济威胁手段，冲击恐惊超过目前的波斯湾危机，呼吁美国甲盟友要量早做好准备。 波斯湾的宽度介于33到380公里之间，部分是比台湾海峡更窄的。这无人机的攻防，未来也是台海防卫跟这个作战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块了。 军事专家分析，台湾海峡的平均跨度是比荷姆斯海峡更较宽，要控制台海是更较复杂困难，也会大大影响全球的晶片供应链。而且最近几年，真侪国家拢捌派军舰经过台海，强调伫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反制中国上空上胖要甲台海内海化的设想。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天灾消息，意大利中南部因为强烈风暴、落大雨、河川串流，这桥拢冲断去，山区甚至是透暴风雪。也若是希腊雅典，有一个查甫人掉伫咧饮水的地下室，不幸渡水死亡。
大雨过了，街仔路全土埋。希腊雅典东北部的马克里拜时做大水，毋但真侪搭路崩去，大水搁较甲路边的车辆冲走。一个55岁查某人饮水的时，伫咧厝里的地下室走无出来，落尾互大水冲去车底，救援人员找到的时已经死亡。Βρέθηκε το παιδί πνιγμένο κάτω από τις ρόδες των αυτοκινήτων εδώ πέρα, γιατί κατέβασε αυτοκίνητα, κατέβασε ξύλα, κατέβασε χιλιαδιό. Τα ποτάμια εδώ μέσα τελειώσανε. Πλημμύρισε το σπίτι μου, έχω πάθει μεγάλη ζημιά. 镜头转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港口城市伊拉克里翁，拜三天顶熊熊变做感觉色，这毋是黄昏的红霞，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土沙，和风卷过地中海，高高的蒙雾和能见度降低，部分航班要改飞去其他的机场，当地居民干来当挂嘴暗，伫感觉色风背沙当中咧行路。风暴继续刷向西，意大利东南部也传出灾情。伫阿布鲁佐甲莫里塞大区，特里尼奥河水位加悬，有一座桥河水冲断去。伫高海拔山区4月初竟然落大雪，消防部门出动来扫积雪。马尔凯大区是因为土石流交通断暂，搜救人员全力咧抽地下道的积水，想要赶紧恢复交通。目前各国继续咧发布歹天气的警告，这场跨越南欧的风暴，毋但有人死亡，极端天气带来的地理的变化，也搁再互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警示。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镜头来看泰国清迈，这站天气打扫接发生火烧山，加上农民烧稻草，就造成空气的污染是真严重，空气品质甚至是比这空气歹甲有村的印度德里搁较害。对度假胜地清迈山顶看落去，原本空旷风景，煞变做规片白茫茫。瑞士空气品质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拜二早起清迈的空气品质指数是伫咧无健康的等级，伫咧全球空污上严重的城市当中排头名。对今年3月底开始，清迈规个城市就起高高的浓雾大条的，部分地区 PM2.5超标30倍，空气品质比印度德里较歹。Come and visit this beautiful Chiang Mai. And I realized that the pollution here is mostly causing right now a forest fire. It's probably maybe it's happening because of the crops that are changing by the farmers. 目前清迈是大季，农民会放火烧稻草，准备下一轮的种植，加上爆发侪位的森林野火，以及盆地地形甲气流影响，互清迈空气品质愈来愈恶化，甚至危害到当地民众的健康。โอ้โหตอนนี้สุขภาพน่ากังวลนะคะน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ในห้องไม่ปกตินอนจะไม่ค่อยไอเดี๋ยวนี้น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ก็ไอเปิดหน้าต่างก็ไม่ได้เปิดแอร์ก็ยังรู้สึกมันก็ยังไม่ค่อยปลอดโปร่งนะคะน่ากังวลอยู่อากาศแบบนี้กลัวมากๆ泰国内政部已经针对北部17个府发布紧急命令，要求严格执行禁烧令。同时嘛，建议民众甲游客随时关注空气品质的资讯。若要出外，就要挂 N95等级的喙罨，才会当保护呼吸道的健康。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卡球赛大代志，世界杯卡球赛今年6月就要办啊！今年是办一个美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头一届3个国家做伙办。除了用电视收看，真侪球迷会想讲要去现场感受刺激的气氛。不过今年这门票是贵甲真离谱，冠军赛是已经花到台票36万一张，上俗的也会18万，是顶一届7倍。不过在去年底一张票是只12万，才过4个月就过3分1去哩。不过这并毋是干那黄牛就会当舞人出来结果，今年卖票的方式是普通的，亲像机票同款。无共时间、无共身份买到的票价拢无共。这互球迷搁较倒弹的是，这国际卡球总会的官方门票转卖平台，竟然是有这11万的门票花到460万台票一张，官方搁共抽3成的commission，就去互批评讲是卖输带头咧做黄牛。2026世界杯卡球比赛增加到48队，嘛是史上头一届有3个国家联合举办。不过，即马票价却是差袂完，因为即马票价是会对需求随时调整，互国际卡球总会去卖甲摒弃。决赛上贵的门票已经自去年底8680块美金，花到即马已经破万块。对着真少卡球的欧洲人来讲，这都要加开足侪钱。有真侪德国球迷就讲，规气无爱去看。Seeing that World Cup, the prices are insane, and I wouldn't spend that much for a football game. I wouldn't go to the US for the World Cup.
because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really a continent of football. 对着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这当地乡亲的感受就更较深咯。1986年，墨西哥办的迄一摆，球迷甚至会使伫咧开赛迄天现场排队买门票。到2026年，要买一张真正是足困难的。墨西哥一个球迷想要替3代人做伙买门票去看比赛，却发现讲门票真正是贵甲惊人。批评骹球原本是大家咧看的，即马煞变即款型。 Poder comprar boletos. A mí desde el primer correo me dijeron que no y todavía intenté comprar por algún otro medio. La reventa oficial que hay en algunas páginas de Estados Unidos de deportes que así se pueden revender los boletos, pero la verdad complicadísimo y complicadísimo. Sí hay boletos. 除了票价贵33，即马国际局势嘛，互一寡球迷唔敢去。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佮加上美国执法单位即马抓移民抓甲真严，互真侪欧洲球迷感觉真不安。运动专家讲，即马去美国看球已经唔是单纯的旅游，受真侪风险爱评估。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有69位的议员做伙抗议，认为国际骹球总会 FIFA 定价销的方式已经互真侪老百姓买袂起。 Traveling to America used to be like a normal thing, but you've got the whole immigration thing going on there, ICE, and you know America's involved in a war. That's unique in itself, pretty scary proposition. 虽然 FIFA 主席讲即马门票的需求创纪录，毋过这门票的价销遮尔悬，局势阁互人不安。即马骹球比赛也袂踢，就已经风波不断。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 台湾时间4月初2，阿提米斯2号太空船成功载4位太空人升空。不过，才打过1天外，这太空人就拄到真侪问题，包含通讯断去、电子批传袂出去，连这背套嘛故障，甲在目前拢有顺利化解。 成功建立地球轨道的阿提米斯2号任务才拄开始，4个太空人就拄到问题，亲像通讯断去、电子邮件传袂出去，其中变速派去，互太空人头毛咧烧。We're ready for you to attempt reactivation of toilet by removing the urine hose from the cradle. Please allow it to run for 1 minute, and then if that's joy, you can deactivate toilet and give us a call. Copy, and understand I'm not putting the water in the funnel this time. Correct. Not yet. Not for this time. In work. 任务专家科依照指示，定价变速内底揢条方式开开。太空船的变速使用软管，也佫有收纳桶收即个流加大便。伫微动力之下，气流加废气物吸走。太空人爱用骹骨固定的装置加扶手，甲身体固定条咧。太空船的定期加流排入太空，因为大便是装伫地下内底带转来地球。变速恢复正常，太空人才较放心来。 I'm proud to call myself the space plumber. I like to say that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equipment on board. 阿提米斯2号驶地球25点钟了后，伫台湾时间初3顺利点到引进。这项叫做地基转移轨道喷射 TLI 的动作，必须伫正确时间甲位置来启动，将法度确保太空船正确航向月球。这段为期10天的航程，会测试太空船来回地球甲月球的性能，并且观测月球后面甲南极。 NASA 伫过54年了后，搁再启动载人驶月球的任务。太空人也真懊恼所看到的地球美景。You can see the entire globe from pole to pole. You can see Africa, Europe, and if you looked really close, you could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It was the most spectacular moment, and it paused all 4 of us in our tracks. 就伫阿提米斯2号发射期间，一个坐民航机的乘客翕到火箭升空时产生的长长的烟。 这项任务的完成，是月球的飞行，为以后伫月球建造永久性基地来做准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商用计几月车愈来愈发展，也造成这太空本数增加。英国有一间业者是研发出太空清道夫，要来清太空本数，做伙来看。 加几多卫星的市场，因为即马发射的成本高，还有太空 AI 运算，这款需求伫咧推升。预计未来5年将会发射超过7万粒新的卫星去天顶。不过要放更加侪卫星去天顶进前，就要先清太空本数。英国新创业者研发的这种会当存在几多倍长的机器手，就当掠浮伫咧太空的本数，效率真好。You have to find a way to grab it, and then once you've got it, then you can provide a service. Either you can move it. So if you move it to remove it, you slow it down, get it into Earth's atmosphere, or you push it out onto a graveyard orbit. 欧洲太空总署讲，比1公分较大的太空碎片，
就会对卫星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就算是0.1公分的碎片，也可能损害太空船系统。即马伫咧太空轨道，大过10公分的太空本数差不多54000个，伫1公分到10公分之间的有120万个，其他伫0.1公分到1公分之间的太空碎片有要到1.4亿个。所以要发展太空经济，一定要清这款本数。英国业者讲，因为机器人除了清本数，也能甲卫星做检查加补充燃料。The other element on the spacecraft that you have behind me is that there's a refueling port. So actually I can reuse it. Once it's back in an operational orbit, I can actually bring a tanker, dock onto it, and refuel it so it can do more services. 业者讲，因的服务唔但是让延长卫星的寿命，也让维持低轨道卫星的永续发展。这么业者已经接受英国太空机构的委托，要将2粒无被用的低轨道卫星刷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清明节，咱台湾的风俗是会去陪望少年祖先，要那其他国家的人是安怎追思亲人的呢？伫咧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因是照因的教义爱入土为安，袂当火化。不过其他族群是有人参考台湾法鼓山树种的概念，互亲人的骨头骨回归大自然。伫伊斯兰的教义内面，丧礼是要求干葬、肃葬含严葬。穆斯林伫往生了的24点钟内必须要落葬，丧礼袂当车花，嘛无伤济规矩爱遵守。火葬伫伊斯兰方看作是禁忌，穆斯林相信讲，人爱以完整的身体来归真，等待真主来审判。但是伫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最近毋是穆斯林的社群，最近大家嘛拢在小绿色殡葬。后方是传统墓碑区，而你现在眼前看到这片绿地呢，只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推行植存葬的地点。石尊葬是参考台湾的法鼓山，是先甲遗体火化研磨，才互家属亲手甲骨灰种入去土内面，收落来土地就会当循环再利用。家属的参与度，我觉得是更高，而且也更深入。他们亲手缓缓的把亲人的骨灰倒入这个土坑的这整个过程是。他可以直接去进行，然后直接去感受它的整个过程，还有就是亲人的这个重量跟厚度。业者嘛和当地的大学开始3年的合作，研究石尊葬敢会对土壤和环境造成影响。在马来西亚这款多元的社会，石尊葬并无要来取代传统，是要开启一种环保永续的新选择。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新美兰槟城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